9月11號凌晨4點，豹子靜靜離開咗我哋。豹子係炸金花家族最後一隻被接收嘅成員，卻成為第一個離去嘅生命。9月9號，本團正式接收炸金花家族6隻高齡毛孩。當日最後到達嘅，正正就係14歲雄性雪橇犬豹子。本團接收嘅時候，原自主並未現身，只係由一位外籍人士送到市政九房，冇一句交代，便無情棄養。豹子身體多處病變，情況嚴重，到犬舍後狀況急轉直下，完全冇食欲。據了解，喺被棄養之前已經係咁嘅狀況。短短2日，佢仍然未趕得切接受進一步治療，生命就此定格。移民從來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但原自主冇為佢安排後路，冇等佢安穩，只係選擇一走了之，留下令人心碎嘅悲劇。豹子嘅故事令人痛心，願你安心走過彩虹橋，從此無病無憂。留低嘅炸金花家族成員仍在努力前行。生命雖然短暫，棄養帶嚟嘅唔止係分離，仲有無法彌補嘅缺口。